你最近夜晚瞓覺係咪試過夢見滔滔大水、熊熊大火，甚至係見到最怕嘅棺材，嚇到一身冷汗醒嚟，仲以為自己要走衰運，成日心大心細，唔敢同人講。如果你有呢種經歷，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你知，你唔係要行衰運，反而係財神爺親自落嚟你個夢入面，點緊你個名，話你知你嘅宿命財富就快要大開啦。好多人一聽到大水大火棺材呢啲字眼，第一時間就聯想到衰嘢，覺得係唔祥之兆，驚到即刻要去廟街揾人問米解夢，甚至疑神疑鬼，成日唔安樂。但係我今日要同大家講清楚講明白，喺傳統易學嘅角度嚟睇，呢啲夢境往往同你諗嘅完全相反，佢哋其實係一種強烈嘅財富信號，係上天用最直接嘅方式喺你毫無防備嘅時候，將發達嘅密碼傳送俾你。所以如果你最近瞓覺發咗呢啲夢，唔使驚，反而應該偷笑，因為你已經被財神爺盯上咗。點解夢境會同財運有咁緊密嘅關係呢？呢個就要講到一個好核心嘅易學概念：神得於心，魂交於夢。喺我哋深夜入睡嘅時候，個人嘅意識會慢慢放低防備，元神會處於一個最放鬆、最純粹嘅狀態。呢個時候，我哋嘅潛意識同宇宙之間嘅頻率會出現一種微妙嘅共振。好多平時被日常練事掩蓋咗嘅信息，就會透過夢境嘅畫面傳達俾我哋。換句話講，夢境唔係亂咁嚟嘅，佢往往係一面鏡，映照緊你潛藏嘅運勢走向，甚至係宇宙主動向你發出嘅信號。所以，與其自己嚇自己，不如靜落心嚟，好好研究下你嘅夢境到底想話你知啲乜嘢。我成日同班老友記講，夢境其實就好似一部夜晚播出嘅預告片。呢部預告片入面嘅每一個畫面、每一個符號背後都有住同你現實生活相關嘅含義問題，只係你有冇呢份慧眼去讀懂佢。好多人都以為夢境係雜亂無章嘅，但其實只要有你細心留意，你會發現某啲特定嘅意象會喺你人生某啲特定嘅階段反覆出現。呢啲反覆出現嘅夢境，就係你潛意識最想話你知嘅信息，絕對唔可以忽視。講到呢度，我知道好多朋友心急住想知究竟自己夢見嘅係唔係財神爺嘅信號。唔使急，我而家就同大家逐個拆解，仲會教埋大家一個關鍵嘅夢醒變現法，等你唔會夢醒之後兩手空空，白白錯過發達嘅機會。呢個方法我自己用過，身邊好多朋友都用過，效果非常之顯著。只要你肯認真去做，好快就會感受到現實生活入面嘅轉變。喺開始拆解之前，我想先同大家講件事。呢類玄學同易學嘅內容，我哋純粹係從文化同傳統象數嘅角度出發，同大家分享一種睇待生活嘅方式，並唔係叫大家迷信到唔做嘢，淨係等運到有夢想，固然要有心思，但更加要腳踏實地努力運勢，先至可以真正落地生根。呢一點大家要記住。聽完呢條片之後，帶住呢種開心又踏實嘅心態去面對生活，先至係真正嘅轉運之道。好啦，講咗咁多，而家就正式進入第一個招財吉夢。夢見清澈大水同抓活魚。喺易學嘅象數體系入面，水一直都同財富有住密不可分嘅關係。坎卦代表水，而水就係財嘅象徵。所以如果你喺夢中見到一片清澈見底嘅大水，河水潺潺，湖水粼粼，甚至係海水一望無際咁都讓住，呢個絕對係一個非常強烈嘅正財信號。咩叫正財？就係你通過正當工作、善意生意所獲得嘅穩定收入同偏財唔同。正財係你付出努力之後應得嘅回報，所以呢個夢預示嘅通常係加薪、升職、生意額上升呢類實質嘅財富增值。仲有更加妙嘅一點，就係如果你夢中仲見到自己喺水入面捉緊一條活蹦亂跳嘅大魚，甚至捉到唔止一條，咁就更加要恭喜你，因為喺廣東話入面，魚同魚同音，代表年年有餘、盆滿缽滿，寓意住你即將迎嚟正財嘅大爆發。我自己以前都發過呢個夢，夢中見到成個湖都係魚，我用手一撈就撈到幾條大牛魚，結果冇幾耐，我嘅生意就開始有明顯嘅起色。訂單一張接一張咁嚟，忙到停唔到手，所以我可以好肯定咁同大家講，呢個夢絕對係好兆頭。不過呢度有一個非常重要嘅吉凶分界線，大家一定要記清楚，並唔係話夢見水就一定係好事，關鍵要睇水嘅狀態。如果夢中嘅水係清澈透明，甚至可以見到水底嘅沙石，咁就係正財旺盛嘅象徵。但係如果夢中嘅水係混動不堪、烏黑發臭，
甚至係污水橫流，咁就要提高警覺。呢種情況往往代表爛桃花久存，或者係財運方面即將出現破財嘅跡象。同樣道理，魚都要睇清楚。如果係生龍活虎、色彩鮮明嘅大魚，又係好兆頭。但係如果係奄奄一息嘅死魚，甚至係腐爛發臭嘅魚，咁就代表運勢低迷，要格外小心。所以下次如果你又發呢類夢，一定要努力回想翻夢中嗰啲水同魚到底係乾淨定係污嘢，呢個細節直接決定咗你係財來運到，定係要提防破財好。講到最多人關心嘅問題，點解好多人夢見發達，但係現實入面又冇即刻拿到錢呢？呢個就係我今日要教大家嘅獨門心法——夢醒變現法。因為夢境雖然係一種信號，但佢始終停留喺能量同意識嘅層面。如果你夢醒之後唔做啲嘢去承接呢股財氣，佢好可能就會悄悄流走，白白錯過。就好似你收到一封重要嘅信，但係唔拆開嚟睇，咁封信入面嘅信息就永遠都唔會對你產生影響。夢境都係一樣，你需要用行動去回應佢，佢先會喺現實入面顯化出嚟。所以如果你夢見咗清澈大水同活魚，夢醒嘅第一件事唔好諗，即刻起身行入浴室沖一個溫水涼，因為流動嘅水氣可以同你體內原本已經被啟動嘅水財頻率產生強烈共振，令到你成個氣場入面嘅財氣被鎖定住，唔會輕易流失。呢個動作睇落好簡單，但係背後嘅意義非常重大。係將夢中虛無嘅財富信號，實實在在轉化成你現實生活入面嘅能量印記。我建議大家沖涼嘅時候，可以喺心中默念一句水為財，財入我門，用意念去加強呢個連結嘅強度。講到呢度，我都想同大家做個少少嘅互動。我想邀請大家喺評論區度寫低你最近印象最深刻、畫面最清晰嘅一個夢境。究竟你夢見咗啲乜嘢？我會揀幾個朋友喺之後嘅片入面幫大家簡單分析下，睇下係咪都同財運有關。大家記得留言講唔埋，你就係下一個財神爺點名嘅幸運兒。我自己成日都話，分享夢境嘅過程本身已經係一種將能量釋放出嚟嘅動作。你講得越多，好運就越容易跟住嚟。不過呢，水同魚只不過係眾多招財吉夢入面嘅其中一種，仲有一個令人又驚又喜嘅夢境，往往被大部分人誤解為空笑，但其實佢背後隱藏住嘅係一股更加猛烈嘅爆發力。究竟係咩夢境咁犀利呢？想知就記得即刻點讚訂閱翻我哋天機轉運堂，仲要開埋小入燈，咁樣先至可以接住呢股即將噴湧而出嘅發達磁場，唔會錯過任何一條轉運影片。好，我哋而家就嚟講第二個招財吉夢，夢見熊熊大火，甚至係屋企着火。好多人一夢見火，第一反應就係好驚，覺得屋企着火代表家宅不寧，甚至覺得係破財嘅先兆。但係喺易學嘅角度嚟睇，事情完全唔係咁簡單。喺八卦入面，離卦對應嘅正正就係火，而我哋目前正處於九運嘅時代，九運嘅五行屬性正正就係離火當令。所以如果你夢見熊熊大火，甚至係整間屋都着火，喺呢個時代背景之下，呢個絕對唔係普通嘅空夢，而係代表住你自要即將迎嚟爆發性嘅徵節，尤其係同個人品牌知名度、公眾形象有關嘅範疇，你好有可能會喺短時間之內突然之間爆紅出圈，甚至係得到意想不到嘅曝光機會。呢種現象，我哋可以形象啲叫佢做報復性行大運，即係話你之前壓抑咗好耐嘅運勢，會喺呢段時間集中爆發出嚟，一發不可收拾，好似一個壓力煲，入面嘅壓力積累到某個臨界點，一打開蓋就會噴湧而出。夢見大火就係個壓力煲就快打開嘅信號。你準備好未？我講一個真實嘅例子俾大家聽。我有一個做餐飲嘅朋友，佢做咗10幾年，生意一直都係普普通通，勉強夠食，但冇咩大突破。有一排佢連續幾晚都夢見廚房着火，成個廚房燒到紅冰，佢嚇到醒咗，仲同我講話好驚。係咪代表間煲就快出事？我聽完之後同佢講：你放心，呢個夢唔係叫你驚，而係話你知你嘅事業就快有大轉機。我叫佢夢醒之後即刻去廚房開爐火煲1球水，然後將鋪頭入面所有嘅燈全部換成白光燈，等成間鋪光猛晒。佢照做之後唔夠2個月，居然有間飲食集團揾佢合作，話想將佢嘅招牌菜式引入佢哋嘅連鎖店。結果點？佢1年之內由1間小店變成3間分店，生意額翻咗幾倍。佢同我講：蔡生，原來嗰場火真係代表爆發。
好彩我冇自己嚇自己。同樣道理，呢個夢都有一個非常關鍵嘅吉凶分界。如果你夢中見到嘅火係色彩鮮豔、光芒四射嘅耀眼紅光，燒到成間屋都通紅，光明磊落，咁就係非常正面嘅信號，代表你即將迎嚟自耀上嘅高光時刻。但係如果你夢中嘅場景係濃煙滾滾、烏煙瘴氣，甚至你自己喺夢中都感覺到呼吸困難、快要窒息，咁呢種情況就要小心，佢代表住你近排心火過旺，情緒容易失控，甚至有機會因為衝動行事而做錯決定，導致人際關係或者事業上出現摩擦。所以夢中嘅火係光明定係濃煙，直接決定咗呢個夢係大吉定係提醒你要收散脾氣。咁夢見大火之後，夢醒嘅第一步應該點做，先可以真正承接呢股離火大運呢？答案就係起身之後即刻行入廚房，點着煤氣爐，煲一煲水，又或者煮翻個簡單嘅早餐俾自己食。仲有一樣好重要，就係將屋企所有嘅燈全部打開，令到成間屋光猛通明。呢個動作背後嘅原理係木生火，用現實生活入面嘅灶火去接引夢中嗰股離火能量，令佢真正落地生根，而唔係停留喺虛無宏祖嘅夢境入面。你可能會覺得呢個動作好簡單，甚至有啲多餘，但係細節往往就係決定成敗嘅關鍵。一個微小嘅儀式感動作，就已經可以幫你穩穩接住呢股即將噴薄而出嘅善意運。講到呢度，我又想同大家做多一次互動。我想問問大家，你哋有冇試過夢見大火，或者係夢見棺材呢？如果有嘅話，記得喺評論區留言講翻俾我知，我會幫大家一齊睇下係咪你哋嘅偏財運已經悄悄嚟到，只不過你哋自己未發覺咋。你寫得越詳細，我就越容易幫你解讀到入面嘅玄機，所以千祈唔好怕長氣，寫多啲細節俾我好。講完大火，我哋而家就嚟講第三個，都係好多人一聽就會面色一沉嘅夢境，夢見棺材，甚至係夢見自己或者其他人抬緊棺材。我知道講到呢度，好多朋友心入面已經開始打鼓，覺得棺材梗係唔吉利，代表住有人可能會出事。但係我而家好認真咁同大家講，喺傳統易學入面，棺材呢個意象其實有住非常正面嘅寓意。喺廣東話同國語入面，棺材呢兩個字嘅感音就係棺材，代表住官運同財運。呢個夢往往預示緊你即將迎嚟偏財運，例如中彩票、中六合彩，又或者係得到長輩貴人嘅意外饋贈同扶持。仲有更深層嘅意義，就係棺材本身有住埋葬嘅象徵，佢代表住你要同過去嗰個貧窮局限嘅自己講再見，正式埋葬舊有嘅能量同思維模式，然後迎嚟一個全新嘅富足嘅自己重新誕生。所以如果你夢見棺材，千祈唔好諗埋一邊，反而應該開心，因為呢個夢代表住你嘅人生即將迎嚟一次鐵底嘅財富繫變，就好似一條蛇繫皮咁，過程可能會有啲唔舒服，但係繫完之後就係全新嘅開始。我再講多一個真實嘅例子。有一個讀者寫信俾我，話佢夢見自己同幾個唔認識嘅人一齊抬住一副紅色嘅棺材，行上一條好長嘅樓梯。佢醒咗之後好驚，覺得係咪代表佢或者佢屋企人會有乜嘢事？我覆信俾佢，話你完全唔使驚，紅色棺材喺夢境入面係最強嘅偏財信號之一，而你抬住棺材行上樓梯，代表你正喺度將呢股財運一步一步咁帶上更高嘅層次。我叫佢夢醒嗰日帶翻一隻金戒指出門，結果你估點？佢嗰個星期買六合彩中咗3獎，雖然唔係頭獎，但都有幾十萬獎金。佢開心到打電話多謝我，話好彩冇自己嚇自己，如果唔係就會錯過呢個機會。呢個夢境嘅吉凶分界，主要就係睇棺材嘅顏色。如果你夢中嘅棺材係紅色，又或者係暗紅色，咁就代表偏財磁場最為強烈，中獎橫財嘅機會非常之高。如果棺材嘅顏色比較普通，例如係木色或者黑色，咁都算係吉夢，只不過力度就冇紅色咁強烈。所以下次如果你有夢見棺材，記得留意翻個顏色，呢個細節就係判斷你偏財運強弱嘅重要指標。咁夢見棺材之後，究竟要點樣做先可以真正將呢股偏財運鎖定落嚟呢？呢度就要教大家第三個夢醒變現法。答案好簡單，夢醒嘅嗰一日出門之前，身上一定要佩戴一件金屬首飾或者配件，可以係一隻鋼錶、一隻金戒指，又或者係一條銀項鏈。金屬喺五行入面屬乾金同鈾金，
有住聚氣同吸附嘅作用，就好似磁石吸鐵咁，可以幫你將呢股橫財嘅金氣牢牢鎖定喺自己嘅氣場入面，等佢唔會輕易流走。呢個動作睇落好細，但係背後嘅道理其實同前面兩個夢醒變現法一脈相承，就係要用現實生活入面具體嘅行動去承接同千超故夢境所帶嚟嘅能量信號。講到呢度，我哋已經同大家逐一拆解咗三大招財吉夢。清澈大水同活魚代表正財旺盛，熊熊大火代表善意爆發，官財代表偏財橫財。呢三種夢境，每一種背後都有住紮實嘅易學根據，並唔係我信口開河亂噏，而係源自周易象數同傳統風水學理入面一啲流傳已久嘅智慧。不過你都可以話佢係一種心理暗示，但係呢種暗示如果運用得當，確實可以改變一個人嘅精神狀態。而精神狀態改變咗，行為就會改變，行為改變咗，結果自然就會改變。不過就算你真係做咗呢三種發達夢，都唔代表你可以坐喺度等運到嚟。做完呢三種發達夢，如果屋企呢個地方搞錯咗，財神爺去到門口都真係會即刻掉頭走，唔會入嚟。點解會咁講呢？呢個就係我今日最後想同大家講嘅一個關鍵重點，玄關同明堂嘅風水佈局。好多朋友都會問，點解自己明明夢見咗財神爺點名嘅發達夢，甚至已經按照方法做咗夢醒變現，但係現實入面成個月都仲係冇乜起色，財運好似完全冇跟住轉變咁。呢個時候我第一時間就會建議你返屋企睇睇你嘅玄關，即係一開大門嗰個位，我哋術數入面成日叫佢做明堂。如果你嘅玄關長期都係雜物亂放，鞋履東歪西倒亂咁擺，甚至堆滿咗乳桑、紙皮箱呢啲雜七雜八嘅嘢，咁呢個玄關就已經被堵塞住。就算財神爺想入嚟你屋企派錢，一行到門口見到咁紊亂嘅景象，都會即刻打退堂鼓，掉頭離開，唔會踏入嚟半步。我成日同人講，屋企嘅大門口就係人體嘅鼻孔。你諗下，如果一個人嘅鼻孔俾雜物塞住咗，呼吸都困難，仲點樣吸收新鮮嘅空氣？玄關都係一樣，佢係成間屋納氣嘅主要通道。你將佢塞到滿晒，好氣入唔到嚟，壞氣又走唔到出去，成間屋嘅氣場就會停滯，運勢自然就會跟住停滯。所以如果你發完發達夢之後覺得冇料到，第一個要檢查嘅就係你個玄關。咁點樣先算係一個合格嘅玄關佈局呢？首先，鞋櫃一定要有門，唔好將啲鞋赤裸裸咁擺晒出嚟。特別係唔可以將鞋頭向住大門口，呢個叫做煞氣衝門，會影響成間屋嘅運勢。其次，玄關嘅燈光要足夠，最好係暖色嘅黃光，俾人一種溫暖歡迎嘅感覺。最後可以喺玄關位置擺放一啲寓意吉祥嘅擺設，例如一個裝滿水嘅玻璃瓶、一盆綠色植物或者一個紅色嘅中國結。呢啲小物件可以起到催旺氣場嘅作用。所以如果你想真正接住呢股即將爆發嘅財運，除咗做好夢醒之後嘅變現動作之外，仲要喺日常生活入面養成幾個好習慣。首先，每朝早起身第一件事就係拉開窗簾，等第一白日陽光照射入屋企，用陽氣去驅散屋企入面嘅陰霾，迎接新一日嘅生氣。陽光本身就係最好嘅風水，你唔開窗簾，成間屋黑啦，運氣點會好？第二，一定要保持玄關嘅絕對乾淨整潔，鞋履要擺放齊，唔好隨便亂放雜物，等呢個明堂位置隨時保持通爽，先至可以真正納氣接財。我建議大家每星期至少執一次玄關，將唔用嘅嘢清走，保持通道暢通無阻。第三，可以喺大門口擺放一塊紅色或者暗紅色嘅地。紅色本身喺傳統文化入面就有住迎福辟邪嘅寓意，可以幫你進一步強化屋企嘅招財磁場。地遁嘅材質最好係天然物料，例如麻質或者棉質，咁樣先至可以真正起到吸納地氣嘅作用。講到最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更加底層嘅道理：夢境其實係我哋心靈嘅一面鏡子。你心入面諗緊乜嘢，你嘅潛意識處於一個點樣嘅狀態，往往就會透過夢境嘅畫面反映出嚟。所以與其淨係關注夢境入面嗰啲表面嘅符號同象徵，不如更加要諗下點樣先可以令自己嘅心念保持正向，保持樂觀。因為心念一轉，運勢自然就會跟住轉。一個成日抱住感恩心態，對生活充滿希望嘅人，同一個成日怨天尤人、負能量爆棚嘅人，就算做緊同一個夢，佢哋喺現實入面所迎嚟嘅結果都會有天壤之別。
所以好好保持一顆知恩、感恩、陽光樂觀嘅心，先至係讓好運喺現實入面真正翻盤逆襲嘅底層邏輯。我成日都話運氣呢樣嘢，一半係天意，一半係人為。天意俾咗你一個好夢，係一個機會；人為就係你點樣去回應呢個機會。你做嘅每一個小動作，你改嘅每一個小習慣，都係你向宇宙發出嘅信號，話俾宇宙知你準備好接收好運。所以唔好睇少過嗰啲夢醒之後嘅簡單動作，佢哋嘅力量可能遠超你嘅想象。今日呢條片，我哋一齊拆解咗三大招財：吉夢、清澈大水同活魚代表正財，熊熊大火代表事業爆發，棺材代表偏財橫財，仲教咗大家三個對應嘅夢醒變現法，再加埋玄關明堂嘅風水佈局要點。如果你最近真係發過類似嘅夢，記得一定要好好把握呢股上天日俾你嘅發達磁場。最後，我想邀請大家喺評論區度寫低你嘅出生月份，加埋你最近做過印象最深嘅夢境畫面。等我抽空幫大家逐一解碼夢境入面隱藏住嘅財富密碼。你寫得越詳細，我就越容易幫你睇到入面嘅玄機。同時都想再一次提醒大家，記得點讚、訂閱翻我哋天機轉運堂，仲要開埋小盒燈，咁樣先至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哋每一條轉運影片，同埋將呢條片分享俾身邊需要轉運嘅朋友，等大家可以一齊行大運，一齊發達。大家今晚都可以做一個好夢。六時吉祥，家宅平安，財源廣進。我哋下一條片再見，記住夢境入面嘅水火棺材全部都係財神爺送俾你嘅禮物，唔好再自己嚇自己，好好接住佢哋，你嘅人生即將迎嚟一次美麗嘅係變保重。